宁静巷弄2层楼高的烟楼近在眼前。在早期，烟叶是彰化分园重要经济来源。土砖和泥浆砌成的外观古意盎然。一烟土浆，这一烟土角，这贴一烟，一工头贴到加清地尔。跟着烟楼主人罗大哥来到烘焙室，早期制烟是把烟叶一串一串吊挂在上方，炉灶边则不分昼夜熏烤，系上绳子的温度计，控制柴火温度。3就9度无够咧，佮才佮香火香好悬，佮才佮入来看。经过选别的烟叶得存放到2楼风干，以免受潮。金黄色的叶片代表丰收。客家人用人力智慧延续大阪式烟楼产业。正月时哦，拢咚落雨，这云仔拢像乌这型。一栋栋烟楼充满浓历史意涵，也丰富着客家聚落。感受分园的珍贵建物，延续文化气氛。到20近距离体验梅花鹿生态园区。水汪汪大眼的梅花鹿水鹿，在占地2000多坪的观光牧场提供教学解说。怀孕之后呢，8个月可以生下小鹿哈，所以我们的这个鹿叫梅花鹿，讲一下，梅花鹿。牧场负责人廖大哥曾是神农奖得主，亲鹿舍为鹿群，不假他人之手。因为有完整的生态，丰富的生物也跟着被孕育。刻苦耐劳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客家人的一个名词哈。那么我们从小都在吃苦当中长大。风味独特的四物调味包，口感温顺。寓教于乐彰化之旅，从中2高下草屯交流道往分园走台14线，感受烟楼文化。接着再走76号快速道路，会到竹塘醒灵宫欣赏湖光美景。再从150县道到20，和小鹿互动。周休假期来到彰化，体验客家人文之旅，让旅程更添知性。传统烟楼矗立，诉说金黄烟叶的璀璨历史。3两鹿群奔跑，展现生机大地的丰富多元。一趟分园之旅，陶醉感动时刻。